Hi，Hello，大家好，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。今日係2025年6月15日，今日係咩日子呢？就係推出實施電子告票嘅日子喎。如果有揸車嘅朋友呢，就真係要記住留意，同埋開始習慣下一啲新出嘅方法呢，去食呢個牛肉乾啊！喺實施嘅今日呢，同步會設有專屬嘅網站以及手機形式俾市民去享用，而市民呢係會透過電話嘅短信啦，或者係 email 嘅方式去收取呢個告票喎。咁以上呢兩個方法去收取告票嘅時候呢，就好視乎上年續牌嘅時候留低嘅聯絡方式嘅。咁如果冇留低嘅話呢，可以盡快建議呢佢哋去運輸網站呢度補翻資料。而實施咗之後呢，有啲咩嘅方法去繳交罰款呢？除咗用傳統嘅方法之外呢，可以用 FPS 啊、Apple Pay 啦、Google Pay 或者信用卡。同時呢，市民亦都可以用專屬嘅平台啦，又或者用手機應用程式去 check 翻你嗰張告票已經交咗未嘅。為咗方便市民呢，配合呢個新嘅設施，電子告票呢，起初嘅時候會兩樣一齊同時發出，咁樣可以令市民快啲習慣呢個新嘅方式。哇！你睇下政府收錢嘅時候幾體貼。雖然係咁，但係警方呢都建議呢，大家市民呢採取用電子告票嘅方式去交呢個罰款嘅。咁為咗慎防騙子，佢亦都列明呢喺信息裏面呢唔會附帶任何 link 嘅連結。咁如果真係想 check 嘅話呢，就只可以暫時上返佢嘅專屬網站，又或者喺電話嘅應用程式裏面 check 到。而過往呢，發出一個牛肉乾俾你嘅時候呢，如果你架車係停喺一啲阻塞交通地方嘅位置啊，咁其實有可能你嘅車會被拖走㗎。但係如果推出咗一個新嘅措施，即係好似而家咁用電子告票嘅話，你即時收到一啲短信啦，或者 email 嘅通知啊，咁你就可以即刻考慮下你嘅車係咪應該要揸走去呢？為免返去攞車嘅時候先發現到你嘅車已經俾人拖走咗啦。仲有一樣啦，警方都非常之體貼，去提醒一啲呢專係做一啲租車行業啦，又或者你係借人哋嘅車返嚟用嘅時候啊，通常張告票呢都會係跟嗰個車主而發出嗰個違例告票啊。咁如果實施咗之後呢，應該就唔會好似上次汀九橋嗰架7人車嘅車主咁，返到去先睇到架車3個月內俾人抄咗100幾張告票，攝晒喺佢架車嗰度。有關於呢一項新嘅實施呢，其實大家呢之前都討論咗好多唔同嘅嘢，有驚啲騙徒呢會利用呢個方法呢再次出擊去呃錢。初時呢，大家都曾經有討論過關於一啲年紀大啲嘅車主呢嚟講，可能未必有呢啲咁嘅通訊設備，有 email 收取呢個告票。咁我相信呢，實施咗之後呢，要睇一段時間先知道有啲咩問題出現啦，或者點樣去修補改善呢啲咁嘅方法。佢哋呢亦都冇提到呢，而家暫時新推出嘅時候，咪講過話會雙行制，亦都係同時會發出電子告票，而且亦都會好似舊時咁樣發出正常告票貼喺架車度，或者係寄返去你嘅通訊地址。但係呢，呢個雙行制佢哋冇講明呢係會實施幾耐嘅，只係希望警方呼籲市民呢盡快適應呢個新嘅措施，亦都嘗試會用唔同嘅宣傳方法呢去做一啲推廣，令到呢市民同車主呢可以盡快適應嘅。咁梗係啦，呢啲咁嘅告票牛肉乾係政府庫房其中一樣好重要嘅收入，所以政府當然係落力宣傳，亦都唔知係咪因為呢一個原因啦，
早前啊，亦都見到一啲招聘嘅廣告咧，話請多咗咖啡妹或者咖啡仔呢個職位，即係交通督導員啊。唔知係咪想大開殺戒呢？喺呢幾年裏面啊，唔知係咪我嘅錯覺咧？有關於違例交通嘅罰款啊，有好幾次都上過新聞啦，仲要一日抄翻嚟嘅牛肉乾咧，個數字可以好驚人添。如果聽緊嘅網友亦都係一個車主、司機嘅話咧，就要步步小心，最好咧就唔好違例泊車啦。大家都知道啦，呢幾年揾錢係艱難咗，所以咧真係唔好立亂貪一時嘅方便，就要之後交罰款俾政府啦。大家都知道啦，一句説話叫做羊毛出自羊身上，去搞咁大個 project， 電子告票啦，請多咗黃腳立啦，咁當然喺處理呢個交通違例罰款嘅方面，一啲都唔會再手軟啊，仲玩下手抄得勁過以前，所以辛苦揾嚟嘅錢無謂要俾翻政府啊。咁真正實施推出咗之後咧，有啲乜嘢漏洞咧？我諗要隔多一段時間先睇到嗰個反應啦、效果嘅。而今次呢個實施會唔會帶俾庫房增加收益咧？咁就要去用時間去證明下啦。有關於今次電子告票嘅簡短分享咧，就分享到呢度為止。希望大家滿意收貨咯喎！多謝大家嘅收聽，如果鍾意入咗嚟聽，又會覺得啱聽嘅朋友，記得撳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， 留記性嘅 comment 啊！咁下一節嘅時候再為大家分享個唔同嘅事啊！咁好啦，喺呢度夠鐘同大家講一聲，拜拜。